120個攞低珠海市中心最靚嘅一梯一戶嘅大平層，185平方，11米嘅陽台，矮層望別墅同埋園林景觀，高層係望非常哇塞嘅湖景，仲有山景啊！喂，注意啦，一梯一戶，入門口有8個平方米係贈送俾你嘅面積，入戶玄關旁邊咧就係長輩房套間嚟嘅嚇。4房3衛雙套間，呢度係西廚，裏邊係中廚啊！呢啲烤爐啊、廚房油煙機全部都係西門子嘅。黐陽台改造成一個書房，然之後8人位嘅餐台，非常之靚哈。呢邊就係兒童房啊、公主房，跟住主人房大套間，小區自配有4000平方嘅業主會所，游泳池、健身房都齊備㗎啦。主人房仲有咁靚嘅浴缸位置，270度嘅飄窗睇咁靚嘅景觀啦，120個就可以拎包入住。